感谢天父上帝，互咱踮伫伊行着的时间，搁同心来敬拜。拄啊，圣歌队因带咱敬拜上帝，献在上帝面前的一首诗歌，是咱圣诗605首。605首特别伊第30用一个譬喻，这伫咧基督教信仰的圣经内面真特别。咱捌听过一个譬喻，叫做福杯满溢，这大家拢会记的。这就讲一个杯啊，堆福气。堆甲伊满出来，满意叫出来，所以这个福杯满意，这个福气的杯是伫倒一搭啊？诗篇倒一搭？诗篇23篇，就讲到这个恩典的杯，这个福气的杯，伊会溢出来吼。咱这个领受的恩典，伊溢出来了后，会玷污着别人。但是基督教信仰中间有第二个杯，第二个杯啊，就是咱今仔日。拄啊，圣歌队因带咱敬拜605首的第3节，这个杯是啥物杯呢？伫咧克西马尼园的中间，一个花园，踮伫迄个花园的内面，耶稣的祈祷，伊甲上帝用一个譬喻，伊讲：如果人生敢若亲像福气的杯吼，你互我够额啦，摕袂起的吼，也毋免阁互我，摕起的是啥物？伊用另外一个杯叫做苦杯，这个苦杯。所以拄啊，咱所听到圣歌队的念的第3节吼，伊安尼讲605首，你所献互我的苦杯到满出来，到满出来。但是后壁一句话真特别，伊讲上帝你的旨意真恶的了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见山是山。过来，你会去经历了一段见山不是山，到尾啊，你会进入见山真的是山。当上帝互咱碰到一个福气的杯的时阵，亲像诗篇23篇，你一出世，敢若亲像安尼，阿公阿嬷疼惜到要死吼，金孙啦好啦吼，也是敢若小公主，你所经历的就是迄个福气的杯，见山是山，真欢喜。逐礼拜去读主日学，感谢上帝，因为通过咱信仰的前辈、信仰的家庭，我抵唔着。我看生命福气是福气，看到生命中间山是山，看到生命中间水是水。也毋过无偌久了后，这个金孙啊，这个众人大家族所疼惜的这个公主啊，伊开始经历无共啊。哪会老师讲话遐大声，甲我惊着吼？哪会同学甲我耍玩具，甲我抢，踮咧厝的相公甲我抢，吼，去到遐开始去面对遮。哎哟，今仔日食的点心，这哪会叫做点心？阮妈妈根本就袂用这款互我食。吼，伊开始看山，毋是山；看水，毋是水；看迄个福气的杯安怎？内面安怎？无福气啊啦！这个福气的杯，诗篇23篇，阿嬷细汉就甲我教我背，那背到即马开始发现，这个杯啊，空去啊。看山毋是山，看水毋是水，福气的杯毋是福气的杯，内面无福气。人生开始碰到真多的争战、冲突，毋那甲别人的冲突，甲家己价值观的冲突，甲你所要行的路的冲突，甲你感情顶头有真多。感觉怪怪的所在，甚至怀疑真理敢是真理。这个咱称作第2个阶段，叫做看山毋是山，看水毋是水。毋过拄啊所念的诗歌要引带咱进入第3个阶段。虽然是苦杯，原底福气的杯，正做耶稣所咧祈祷的，这个苦杯，那会当的吼，毋通互我啉。伫咧这个过程的中间。一句话引带咱进入第3个阶段。虽然上帝旨意真奥得明白，毋过咱看到足侪信仰的前辈，通过因的顺服。什么叫顺服？我有当时甲青年人相合斗阵，因就会讲啊，牧师啊，如果若安怎，我就顺服。你听有无哈？如果若照真2、3，这拢安尼吼，我就顺服。意思替上帝定义什么叫顺服啦？
那照真两三安尼来行吼，我就知影，我就已经顺服。这个是一个真大的挑战。顺服是安怎？无照123嘛？那照123就照我的旨意，毋是照上帝的旨意咯。所以顺服是安怎？毋甘愿，佫生气，佫感觉讲这敢是应该安尼啊？毋过，因为伫个大家的决定，因为伫个什么款的处境，所以我来顺服。顺服的时阵，阮当不舒服；顺服的时阵，阮当无看我，阮当袂爽快；顺服的时阵，甚至会有真侪心情会走出来。要安怎按第2个阶段进入第3个阶段？拄仔咱所听到圣歌队吟的诗歌，带咱学罗上帝。伊讲：你所停的口碑，够满出来，上帝旨意真奥得明白。毋过，你会听通超过这个，所以伫上帝听内面帮助咱。互我会当进入第3个阶段，顺服。来，迄个中间才会当经验享受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福气是福气，看真理会当消磨，可以顿悟。所以，有时候帮助咱，尤其是当咱咧讲建堂的过程，咱人性命嘛要起做起来。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毋若奉献伫咧即个遗体起做，咱嘛将家己搁一摆摆咧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求你帮助我。我都算无法度亲像咱的教育馆7楼遐悬哦，无你至少嘛，互我的灵性的活命吼，会当慢慢啊增加。即款的增加，就是互咱伫咧第2个阶段，看山毋是山，即款的精进、艰苦、怀疑的中间，有机会去担着第3个阶段。第3个阶段就是真理是真理，上帝恩典极其大，迄个听是袂停的，一直袂停的，叫做永不止息，永远袂无去。咱真侪时阵踮咧第2个阶段，有当时你会去经验到进入第3个阶段，毋过会搁走转来第2个阶段。大部分的时阵，咱伫咧第2个阶段，有当时你会去担着第3个阶段，咱叫做欲尝天恩。事先，互你担着啥？担着伫个甲上帝三合地的迄款的平静安稳，迄款完全的喜乐。毋过这真紧会搁走转来第2个阶段，因为咱踮咧即个世界。所以，当咱咧讲教育馆起诉过程，望兄弟姊妹，咱嘛受起诉，同重要就是伫个即个第2个阶段，伫怀疑冲突的中间，咱常常有机会进入。圣神引带咱进入伫个第3个阶段，心神得到平静安稳，你才有法度面对外在波涛汹涌。先知以赛亚甲咱讲，着爱安静，着爱知我是上帝。上帝声、耶和华的声，甲以赛亚讲着爱安静 ，be calm， 着爱安静，你才当知。我是上帝。当咱知有上帝的时阵，你就袂受外在这个大环境的冲突逼到咱来跋倒。所以每一摆咱敬拜的时阵，一首诗歌、一句上帝话、一个祈祷，咱拢要领受圣神，互咱的提醒甲感动。咱毋是要甲这个节目行下去。咱是要恳求主，互咱伫即个过程的中间，会当对第2个阶段担着伊的恩典，伫个第3个阶段。虽然你礼拜煞马上个哇，一个头摸烧，代志一大堆哦。毋过你已经担着上帝所应允永远的福气，你就袂受即马的冲突艰难去甲你拍倒。昨下晡真感谢上帝，互我有一个机会，甲一个咱的迄个兄弟，咱的信徒三交谈，分享着伊，搁一摆分享着伊迄款的艰难的杯、苦杯啊！但是怎样通过上帝恩典甲疼痛，一直到今仔日，搁会当徛在苦杯还没有离开哦，迄个苦杯还搁伫个哦，抑搁是真大的重担，也毋过因为上帝疼甲恩典。可以当因带继续行，继续行，这是咱
踮咧上帝面前领受伊，互咱诚做伊囝儿同大的福气。所以当咱咧讲见长见人的时阵，咱今仔日要来看做一个领袖的优势，毋是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会长才叫做领袖。大家兄弟姊妹拢要学习做领袖，因为两个人都需要一个领袖，两个人都需要一个领袖。等下礼拜三吼，讲要去食啥，咱就习惯讲要食啥啊，拢好啊，拢好。这两个人哦，就行到富邦路骹踮咧，要右转还左转，需要一个领袖做决定。领袖就是啥？就是做决定嘛。啊，无来互手张的啦，啊，无来散步食便当，都是要有一个，这叫做领袖，爱做决定。决定了后，把这个决定传达出去，安尼叫领袖啊。啊，所以当然爱考虑真侪，会想一寡代志。任何的团体，两个人都需要领袖出来，所以咱随时拢需要领袖。啊，毋过咱毋忘，咱是伫上帝话顶头，伫上帝互咱的话命内面，成做一个领袖。伫咧过去这几礼拜，咱特别为了世界祈祷，这幅图咱真侪人拢看去。对大西洋、对太平洋到印度洋，安尼讲九个，若要用台湾讲叫做风台啦。啊，若是踮伫咧北美迄边叫大飓风安尼。九个工时阵啊，这几工前来了，咱讲九个风台伫咧地球吼，拄北半球，甲咱安尼射要一日，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恳求上帝怜悯伫逐所在所面对的灾难，伊互咱会当。伫咧即个恶啉、恶了解的口碑中间，会当知影上帝听，无离开咱，无离开这个受灾的地区。伫讲到见长见人的时候，咱第一礼拜伫讲到教会传扬愿望，尤其伫今仔日即个世代，无愿望的时阵，又完准愿望来相信。阿伯拉罕，互咱即款的一个模范。第二礼拜，咱特别咧讲，毋是咱家己好大财，甲大汉，毋是用足侪办法咧，食长骨的药啊，吼，啊，互咱的囡仔吼咧读国中的时阵，哦，看会当加较侪公分无？这个代志拢做通中啊，是会记得是上帝互生命成长。咱虽然用尽各种的方法，但是会记得，互教会会当成长，互你我咱每一个人的灵性。会当成长的是上帝。第三礼拜，咱特别有咧讲到耶稣基督伫咱的生命中间所做的逐项拢是好，所以咱就爱甲伊结连斗阵。咱教会受起诉，甲耶稣基督结连斗阵，互人会当看到咱是耶稣的学生，通过咱互相帮衬，同甜同苦，人知影讲，哎呀，恁这是拜耶稣的啦，这就是结连的基督。耶稣基督所做的逐项拢是好，那安尼，咱结连伫伊，才会当去领受到迄个好生命中间的好。我真感谢有一寡兄弟姊妹礼拜刷了后，有回应。坦白讲，我真需要迄款回应。迄款回应毋是讲牧师你讲得真好啊，我拢会翻头甲你问啊，我讲啥？所以即摆无人敢甲我讲啊，讲牧师你讲啊真好。你毋捌捌帮过无？有人捌甲我讲啊，牧师，多谢你今仔讲道讲啊真好。我吼就甲问讲，我今仔讲啥？啊，向讲煞袂记吼。是咧，那你若捌叫我安尼甲你讲过吼，请原谅我，我即摆袂安尼讲因啦吼。牧师娘讲你哪会当安尼讲因？安尼毋对啊，吼，安尼毋对，因为人听足侪啊袂消化，可能啊无遐紧。啊，毋过我真感谢，有当时啊。有兄弟姊妹啊，转去啊，来互我顶礼拜会记得无？咱会讲咱结连的基督，基督做指挥，迄敢若像圣经线共款吼。啊，顶礼拜有一个啊，就来互我。你若注意看伊遮所咧讲的，伊咧讲着是讲物理世界已经会当证明，毋是你想哦。你捌听过我讲安尼，心向往之。你的生命就朝那个方向走了。你心若足心善、足刻薄、足想什么款的代志，你吼一寡行动、一寡决定就会按遐行，对不？当你出国一礼拜、两礼拜，甚至你若出国去读册半年，倒转来，
飞行机一落来吼，足侪人心内拢想讲卤肉饭，啊若无就是臭豆腐，是毋是？所以你捌看过迄款按桃园机场转来了后吼，客程车坐，也是讲人较载吼，直接就按永康街永康街8巷3号去安尼吼，也是直接，是迄间是迄间叫做吃饭加饭，伊迄餐厅遐写加饭皇帝大吼。所以你捌看过迄款的吼，讲飞行机一落来，桃园机场就讲，你先甲我载去倒位，无转去厝诶，先去食一个臭豆腐。听讲咱这华龙街这臭豆腐嘛是有名诶吼，去买一个才转去安尼吼，买了后才转去。你心若咧想啥时阵，真自然你诶动作，一寡不理性诶行为，其他就按这边行去。所以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and donate to UR， 你到底想要诚做什么款诶人？真重要是你诶心内到底咧想什么？这毋是一个感觉哦，即马物理、量子物理已经咧研究发现讲，这是一个事实啊。感谢即个兄弟甲我分享，咱今仔日讲落去，会去特别去念到即个部分。顶礼拜嘛有一个讲，牧师我共款找无呢，四福音书无即句，到底你讲的使徒行传倒位？伫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咱做阵来读来。我凡事做恁的模样，着安尼，着我来扶持软弱的人，搁着记得主耶稣本身的话讲，互人的比对人摕的较有福气。中文讲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咱常常听过一句话吼，施比受更为有福，互人的比对人摕的较有福气，互人的比对人摕的较有福气。这是保罗讲，就会记得主耶稣甲咱讲的话。所以摕这个回应，主要是甲迄个兄弟、甲迄个青年的讨论讲，圣经中间。即个就有什么？甲你咧写论文 quote 共款吼，引用我的老师讲的话，结果去老师的所有作品中间找无老师讲即句话。但是我博士班第7年呢，老师明明有讲即句话，是敢若无写伫伊的册内面来尔啦。所以即个学生因为伊受肯定，所以伊引用讲有老师有讲即句话，大家就相信讲有影老师讲过即句话。所以咱讲，互人的比共摕的较有福气。咱相信主耶稣互咱的教示，因为伊的一生就是安尼。如果若是安尼，咱就要来看保罗，伊为什么咧讲到教会的时阵，伊讲到教会，那无爱用其他的譬如。主耶稣讲教会的时阵，用石盘爱去石盘顶；主耶稣讲天国的时阵，就爱讲天国的譬如的时阵，用经济，用做馒头，对吧？哈。顶顶车，家母会发起来，用迄个挂菜纸，伊大张，耶稣讲做侪故事来譬如天国，伊就无用身体、用人的身躯来做譬如呢。保罗就爱用身躯的啊！你看加列太也好，以弗所也好，哥林多也好，伊写配合这个所在讲，教会就亲像一个人，基督是头，咱大家拢是无共款的肢体，为什么保罗特别爱用这项？伫保罗受训练做律比的过程，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意思就是讲，毋那敢若甲圣经背甲足熟的，都搁爱晓得开拓圣经，搁会晓得甲传统有真侪要求甲规矩，甲圣经因怎讲的律法会当结连到底。所以当这犹太人信徒若有问题，来问律比的时阵，律比甲回答，这个回答就是你要照安尼去行的。照样，毋是干那咧讲到律法，讲圣经内面的话哦，包括日常生活的中间，我的囡仔到底是要来好读幼新幼儿园，还是要去读适龄妇幼？吼，这那就去问律比，毋免啦。你若去问律比吼，律比甲你讲的，你就照安尼去做，无用转去参考看卖，毋是参考看卖。你去问的时阵，伊就是安尼行。一般即款代志袂问，碰到啥会问？当富人人
要生产前啊，9个月、9个半月啊，医生检查发现讲挑战，即摆要生囡仔，真有可能，若毋是老母会出问题，就是婴仔会死胎。医生会先问做先生的，若碰到即款代志，要救倒一个？做先生的毋爱要安怎应，伊去问列比，会去问列比，列比讲的，伊就照安尼来行。这叫做保罗所受的训练。所以当因咧受训练，律法顶头下功夫下功夫，毋是咧背金句呢，是咧学习生命的守则，生命的规矩啦。对律法中间看到活命的规矩，所以因才会当回答犹太人百姓所谓问活命的问题。敢若像咱今仔日做主日学的老师，做少年团体辅导，也是咱今仔日诚侪踮咧家庭厝内去做祭坛，咱讲家庭祭坛，咱就是要甲上帝问，就是要对上帝话中间来得到这个活命的规则。所以保罗受训练过程，拢伫咧律法的中间。也毋过耶稣甲伊相拄了后，甲伊对律法的中间，甲掠囥来囥咧人的关系内面，当伊大马色、大马士革去，要掠基督徒的路中，去互光照对马顶头徛马啊跋落来的时阵，伊才知影原来律法的主，毋是伫律法的内面。律法的主掌管规个生命，所以伊甲耶稣相拄了后，咱看到伊拢踮伫人的中间伫咧服侍，毋是搁踮伫咧律法中间的服侍那尔，踮伫人踮伫生命中间服侍。所以伫即款踮咧人的关系中间的服侍的时阵，深深去体会到即款身躯的意义。以前是伊家己做主，伊甲耶稣基督相拄了后。主耶稣是伊的头，主耶稣是伊的头，伊爱定定去想头到底咧讲啥，头到底咧做啥物，我才会当照伊的意思去做。虽然我有我家己的想法，人有自主神经哦，对不？你有自主，你有这自律神经，自律神经是交感甲副交感的作用，互你达到平衡。啊，毋过你爱甲即个头结连到阵。你袂用自律神经伤强，强甲即个人身躯会出问题。这就爱请迄个东哥啊，即款读医学的来讲吼。人的性命，我讲这个意思是安怎？保罗为什么要用身体？原来即个身躯就是活命的领袖。会记你创世纪无？咱一个上帝拢甲咱创造好啊，咱倒喺遐咧。你毋是叫做人，有一个动作以后，咱才叫做人。什么动作？上帝就将伊的灵啊，活命的气分入来咱的中间，所以咱才叫做有灵的活人。本来就已经受创造好势啊，是有伊的话，有伊的神进入伫咱的中间，所以咱才叫做一个活命的人啊！咱才诚做活命的人，啊无吼，中文讲较真写实哈，中文说得很写实。若无即口开入来，咱叫做行尸走肉。好，但是有即口开入来了，咱无共款，咱毋若干那会晓想，咱超吹想要去望到即个永远无限的上帝，想要甲伊接起来，想要回家。想要倒转来天父上帝家，保罗深深体会到家己原底的角色，叫耶稣基督掠着了后，进入这款生命的连结，所以伊会用身躯，咱会当看到伊踮伫哥林多也好，踮伫以弗所的批信也好，伊一直强调身躯干那一个，教会干那一个，咱的头就是基督，然后咱大家拢是无共款的角色，那安尼，这个头甲咱的关系就非常重要咯。咱今仔日，干那要先来分享到这个头壳，
伊拢既然保留用身躯，所以咱伫几礼拜中间嘛，求主帮助咱较了解咱的身体到底安怎咧运作，安尼咱就更较知影教会安怎来互相学习。这位 Gerard 这位教授伫咧4年前安息，2014年安息，伊伫咧免疫系统伫生物界伫神经外科顶头真有名。伊伫咧1972年有得到诺贝尔医学奖。这个科学家伊讲到一项代志：生物的功能，什么叫功能？我枕头的叮当叫功能，我嘴的讲话这叫做功能。这款的功能其实是用真侪无同的基因编码去甲促成的，所以这基因编码嘛有一部分出问题吼，无要紧，放心，安怎？另外一部分伊会再生，伊会调整，互迄个讲话的功能、枕头的叮当的功能，同款继续发生。这款的你讲当然我嘛知。我正手回去，我倒手嘛会食饭，是是安尼，无伊讲的意思毋是安尼。所以咱若看倒边是人的脑，正边是咱咧弄的电路板。咱掠做用安尼做电路板吼 ，AI 就会当造出来吼 ，AI 就人工智慧就会当造出来。但是这个教授已经安息啊，不过伊咧讲，实际上这款的创造力，这款的能力，毋是遐尼简单。人类过去对脑的了解甲研究，毋是有限，是根本方向拢错误，啦。咱掠做咱对脑了解，这个区域是讲记忆，这个区域是迄个行动，这个区域是找小力，这个区域是食物件，咱甲脑分甲好势。所以若倒一搭受伤，袂讲话是安尼。伊讲这个款的方向有问题，这款的方向有问题。这个姊妹周迪，1999年出世，所以今年19岁。伊的这本册的名叫做《我敢若有一半的脑袋》，咱要来看这个2分钟。伊讲我只有一半的脑袋而已。伊出世的时阵，就亲像一个查某囡仔，真古锥，真活泼。厝的哥哥啦，爸爸妈妈大家拢足欢喜的。到伊要3岁时阵，2岁我要3岁时阵，坐遐要食物件，你等下看会到，忽然间。I have half a brain. When people meet me, they have no idea. 一半脑来尔吼，恁可能无法度想象。伊踮咧厝内，真侪拢真活泼，真好势。直到有一日，伊忽然间几个人咧拼。I only remember my very first seizure. I was at my daycare playing. And the next thing I knew, I was in an ambulance. Hightailed it to the hospital and just watched her. She had another seizure the next morning. Nothing that they did worked. 不過你看，忽然間啊，幾個人倒邊去，但意識真清楚。She was constantly falling to the left. It got so bad that one of us had to be on her left side all the time. To the point where I was having seizures every 3 minutes, and that was it. 所以掠做伊是，忽然間倒去，意識真清楚，目睭嘛搁咧看，你叫甲問講是安怎，伊佫會用甲你引導，叫發現，咱講安怎，你的倒手倒骹是倒一邊來管理，正邊，咱掠做安尼，正手正骹是倒邊管理。醫生檢查了後，發現講伊的正腦出足大的問題。足大問，若無甲處理吼，規個人性命會意外。所以啊，簡單講，手術甲正邊的腦規個摕掉。等伊腦摕掉的時陣吼，做 MRI， 伊的正邊充滿啥？腦髓液，咱知影咱的腦是浮喺水內面哦，對無？咱的腦甲這個脊髓內是有水，腦是浮喺水內面，這個水若欠的時候，你頭殼都痛。簡單講，你看伊已經10幾歲啊，規個腦無去一半啦，一半無去，攏全是水腦液哈。毋過伊開始復健，過10天了，伊竟然會當按3歲來了，會當按眠床起來。10天以後，原底了最無正邊的腦啊吼，倒邊袂叮當，
竟然同款会行会运动会复健，会应该复健安尼。所以你看到这个已经是5年的影片啊，这是2017年，迄阵啊18岁啊。因为18岁，你看伊听手、倒手，当然无法度亲像咱遐尔啊走遐紧，但是你看袂出来讲，伊竟然是一个无一般脑的人。用这个，咱是要三甲做阵来学习。如果教会内面的会长，还是讲长老、执事、牧师团队，若是领袖，那安尼时阵。领袖到底应该学习什么？你就敢若袂输的是脑，敢若像一个指挥系统同款。这个指挥系统，咱叫做中枢神经。但这个指挥系统踮咧教会中间，毋是靠咱家己这个中枢神经，咱不断通过拄仔讲过哦，上帝分一口气伫咱内面，领袖爱记得一项，是迄口气。今年第1章2、3节，咱拄仔所读的。咱常常活倒转来上帝面前，安尼咱才会当扮演好咱的角色，互伊圣神管握伫咱的中间，伊的话来指示咱。圣神的管握是互咱的内在心性换心、脾气个性。我甲咱分享过，尾有一个人甲我讲，牧师我嘛感觉安尼。我讲哦，年纪愈吼，我感发现家己安尼啊，愈无耐性。人讲话啊，就足想要紧甲人讲啊，我知，你会记我讲过这无？尾有一个人甲我讲，牧师我嘛感觉安尼呢。我感觉我嘛是愈来有人讲话，我愈来愈无耐性。我尾啊，佫发现一项，毋若愈来愈无耐性。当你有机会做领袖、做决定的时阵，你会感觉，你有权通发脾气呢？你做小组长，这个做完那种一天到晚迟到，你竟然会当甲讲较好听的，当甲指责。我做小组长，我有权通发脾气，你无发脾气，我会当发脾气。我做牧师，你都有权通发脾气吗？咱若要靠家己的中枢神经靠肉体来指挥，有可能安尼。毋过箴言，咱今仔所读的第1段圣经，箴言甲咱讲，智慧啊，这个智慧Sophia 这个智慧，其实伊甲伊拟人化。你若看箴言第1章，伊甲伊拟人化，伊咧上顶咧比喻，有学者讲，伊咧讲到耶稣基督。这个智慧安怎？你若看规个，伊参与伫天父上帝创造的工程内面。这个智慧 Logos 是一款的规矩，一款生命的道路。你若甲遮拢连起来时阵，你就会发现这老师讲的有道理。箴言第1章遐咧讲的智慧，踮咧路咧话，智慧敢若像一个人共款，踮咧路咧讲，你都爱活倒转啊！爱领受这个责备，领受圣神管握伫恁中间，安尼你内在才会当继续保持上帝迄个灵、迄口气伫你的中间。咱来讲啊，迄口气互咱有上帝的形象 ，image of God。我毋是我，是上帝的形象伫我的内面。所以今仔活出来，毋是我伫活，是啥？耶稣基督伫我内面伫活。即摆咧活，毋是我伫活，是耶稣基督伫我内面活。除非咱听到智慧的话、属灵智慧的话，领受圣神的管握，常常倒转来伊面前，会改变咱的心思意念，改变调整咱的个性，通好互咱安怎听到伊的话，照安尼来行。今仔日我要甲这篇讲道篇切做2半，后礼拜。我再来讲后壁，若无讲落去就到12点。毋过，咱为着遮做领袖的祈祷，望即款的角色功能会当发挥出来。因为这个指挥系统爱保持健康，安尼身体才会当活动、存留、活动，拢是靠这个指挥系统啊，对无？指挥系统若困去大家就拢一直到巷仔口，毋知要食啥。会到巷仔口，毋知要食啥。敢若像有当青年团契聚会了，想要食宵夜，今仔日要永和豆浆，还是要伊利豆花？若无即个机会通出去就踮咧年4年，等到10点莫食啦，安尼有影
唔係食，因為智慧系統休困去啊。智慧系統愛健康，再當互規個身體、規個教會保持活潑，保持伊個尊流、甲伊個叮當、甲伊個好勢。所以咱今仔日第一項甲咱講到，咱來為遮祈禱，為教會遮所有做領袖。咱講過哦，咱絕大多數人攏是咱要做領袖的哦。那如果是這個腦有真大的特色，拄仔有講過啊，伊會曉雙向溝通，腦有動作會出去，但是佫伊個智慧腦會接收，聽到、感覺到、看到、聞到、食到，這攏是按外口的，對無？所以意思講安怎？咱的智慧系統，咱教會智慧系統會聽信徒的意見，你放心，咱絕對袂講小會說了算。牧師說了算，長執會說了算，唔會，咱會吸收，會聽真實意見，所以有雙向的溝通。過來，咱的身體，保羅咧講到教會親像身體，身體拄仔咱有講到，真濟部門有迄個自律神經，自律神經，啲生物課老師甲咱講是交感神經跟副交感神經作用保持一個平衡，安尼咱才會當健康。而且交感神經哦，這自律神經。你容允伊啊，容許它發揮果效，啊，這樣呢，再當甲這個中樞神經做好的配合。第三，對佇安尼，咱知影大腦，即擺醫學院甲咱講，幾萬的細胞，幾萬的迄落點遐串聯呐，所以大腦內面毋是一個咧在決定哦，竟然是幾萬的螞蟻雄兵哦，點去決定，所以決定的速度有夠緊的啊！幾萬個啊，點樣咧討論，竟然會當佇0.001秒做決定。哦，你就知影上帝創造這個腦吼，迄實在是奇妙。過來，咱會咱看到，拄仔迄個故事，迄個影片已經要甲咱講啊。這個中樞神經，伊會繼續改變，繼續學習。那安尼，伊保持一個可塑性。那安尼，才是規個身軀的福氣。啊，若無你的腦吼，若僵化、老化，啊，過來就安怎？就退化，啊，規個身軀就可笑，是毋是？所以咱來為着做領袖的祈禱，互伊的角色甲功能會當發揮起來，繼續保持雙方面真水，甲會友兄弟姊妹意見的溝通，然後永遠各團契事工部會有一寡。自律神經家己的叮當，但是每一個部門的自律的叮當，攏是甲中樞神經的互動的結連的哦。袂用家己自律甲煞家己走出去，或是煞切斷去無，伊攏會甲這個中樞神經個合鬥陣。這就是咱來講規個團隊服侍的精專性，團隊服侍的整全性。上落尾，咱為着教會每一個，包括。9月初就任的少年團嘅會長啦，等等大家每一個，包括咧服侍每一個同工，咱來為因祈禱，通好互每一個服侍同工，每一個做領袖，攏會曉得這款嘅學習，甲這款嘅改變。因為統計安尼，再當互教會得到健康，得到長大。佇個聖詩547首遮安尼講，求主帶我甲你同行。咱啊，親像拄仔咱所讀嘅箴言第1章2-30所咧講，求聖神繼續灌壓佇咱嘅中間，咱才會當謙遜來服侍兄弟姊妹，服侍人類。互我學你有力通擔，不管什麼代志，著磨艱難困苦，主的確要互咱有力。咱最近來吟547首。求主帶我甲你同行，謙遜服侍人類路途，互我學你有力。
赞。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设立你的教会伫即个地面上，互阮毋但会当三甲自治来敬拜伊，也互阮会当三甲斗阵经验着生命机体三结连即款的奥妙。阮毋但干那家己一个人，家己踮咧厝诶，面对阮的艰难、阮的困苦、阮的挑战，阮会当踮咧教会即个信仰的大家庭中间，通过兄弟姊妹互相的扶持。通过教会主力所竞选的工人，才会领受领导者的引带，阮会当去经验耶稣基督的亲自的保守、疼惜、带领阮。主啊，互阮搁一摆将家己交托伫你的手头，你要引带阮来行这条你所备办伫阮的中间活命真理的道路，伫服侍的中间得到丰富。伫付出的中间得到满足，伫艰难病痛的中间看透健康的意义，甲主所示的。我来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